總價120萬就要攞低呢套珠海金灣區嘅142平方精裝修4房2廳2衛嘅戶型。呢套房呢係位於金灣區平沙鎮嘅核心位置，小區中間流動，中間樓層朝南向，採光通風都超正喎。雙陽台嘅設計兼顧生活同埋休閒。餐客廳通透開闊，主臥套房係帶獨立衛生間嘅，私密性係拉滿，4房2廳2衛嘅格局，2胎家庭都非常之適配。小區自帶泳池，專業嘅物業貼心管理，居住體驗係非常之正嘅。出門就係文化廣場、體育館，休閒健身都好方便。行路幾百米呢，就係玉海國際廣場、鵬泰超市、文德廣場大型嘅超市商場。有肯德基、麥當勞、星巴克、屈臣氏都好方便嘅。美平市市場呢，買菜新鮮又實惠，一站式嘅生活係滿足你日常所需嘅。有興趣嘅嗱嗱聲私信我啦〜